咁其實我參加呢個市集活動之前，我覺得手作係一件放鬆心情啦，或者俾自己休息下一個 moment 嘅一個活動啦。但係如果話搞市集嘅話，其實我覺得都需要一個一定嘅門檻，即係你要去賣俾其他人。我覺得雖然門檻係高，同埋都有好多問題要考慮，但係我覺得最緊要都係享受個過程咯。點樣去籌劃，點樣去設計個市集嘅形象都好緊要。對我嚟講比較大嘅挑戰係時間成本啦，即係因為我哋整一個手作要重新去學點樣整，同埋點樣令到個手作更加美觀，都要自己去花時間去學習。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挑戰。我喺呢次活動都識咗唔同嘅其他都係初學嘅朋友啦，咁佢哋都一樣都係比較迷茫，然後我哋都會互相分享下邊度買唔同物資啊，同埋唔同手工，因為我哋負責唔同組別嘅手工嘅，所以都會分享下唔同嘅手工點樣整啊，都會分享下之前整過唔同手工嘅經驗。做市集唔係單止係做手工呢樣一個行為咧，其實仲要會同唔同人去互相交流，同埋體驗下點樣去籌備啊，經營一個攤檔，同埋都係一個同客人互動經驗，會從佢哋聽到好多唔同嘅故事咯。